剪歌在楼上。就一样啊，对。可以啊，可以啊。可是我那个前奏很长我怕他不会接。我想一下。简大哥，请问气红来了吗？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很开心我们能够一起聚集来赞美爱我们的主，我们一起站起来，用拍手，甚至是你可以稍微的跳舞来赞美他，好吗？主带我走出死荫的幽谷，你与我同在，我不怕遭害。你是我的山寨，我的高台，无人能隔绝你的爱。披上赞美衣，我们赞美你，因你为我摆设了筵席，我的神使我腹背满溢。一起说 ，You set me free。You set me free. You set me free. You set me free. 我们从头再来一次，主带我走出死荫的幽谷，你与我同在，我不怕遭害。你是我的山寨，我的高台，无人能隔绝你的爱。一起唱，披上赞美衣，我们赞美你，因你为我摆设了筵席，我的神使我腹背满溢。You set me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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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宿睡又哭泣，一宿睡又哭泣，早上必要欢呼，盼望代替失望，有你同行不放弃，高举双手敬拜，不怕别人眼光，哈利路亚赞美，一起披上赞美。You set me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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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一起跟所有的人找到所有人，跟他说，我们一起披上赞美衣来赞美爱我们的主。太长了吗？赞美衣，不管，我们一起披上
来赞美爱我们的主。我走出死荫的幽谷，一起唱，与我同在，你与我同在，我不怕遭害。你是我的山，在我的高台，无人能隔绝你的爱。我们一起披上赞美衣，披上赞美衣，我们赞美你，因你为我摆设了筵席。我的神使我父辈满意。You set me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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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You set me free, You set me free.You set me free, You set me free. 披上赞美衣，披上赞美衣，我们赞美你，因你为我摆设了筵席，我的神使我父辈满意。跟大声来说 ，You set me free.You set me free, You set me free, You set me free. 一宿虽有哭泣，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要欢呼，盼望代替失望，有你同行不放弃，高举双手敬拜，不怕别人眼光，哈利路亚赞美，一起披上赞美。You set me free.You set me free, You set me free, You set me free. 我们一起唱，你使我自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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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披上赞美衣，哈利路亚！我主我王，永远要敬拜你，赞美耶稣，我的灵魂只爱是你，我愿跟随你，一生都不偏离，在你同在里，我心喜乐满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唱，我渴望，我渴望住在你的殿中，曾经享受在你恩典里，在你同在里，我心喜乐满意。主耶稣是我唯一渴慕，我主我王，永远要敬拜你，赞美耶稣，我的灵魂只爱是你，我愿跟随你，一生都不偏离，在你同在里，我心喜乐满意。我们从头再次，我渴望，我渴望住在你的殿中，曾经享受在你恩典里，是的，主，我们愿意，在你同在里，我心喜乐满意。主耶稣是我唯一渴慕，我主我王。
耶稣，我的灵魂只爱是你，我愿跟随你，一生都不偏离，在你同在里，我心喜乐满意。我主我王，我主我王，永远要敬拜你，赞美耶稣，我的灵魂只爱是你，我愿跟随你，一生都不偏离，在你同在里，我心喜乐满意。让我们再更大声地说：我主我王，主我王，永远要敬拜你，赞美耶稣，我的灵魂只爱是你，我愿跟随你，一生都不偏离，在你同在里，我心喜乐满意，在你同在里，在你同在里，我心喜乐满意。我现在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闭上眼睛，然后我们可以来问自己的心，我们来问说：主耶稣，我们爱你吗？我们是真的打从心里的想要更渴慕的认识你，渴望你的话语。我们来向主耶稣祷告，我们来向他说：主啊，我们或许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走偏路，对你的爱会消失。但是主啊，你仍然不离不弃的爱着我们每一个。好，我们一起开口来同声祷告，来向他说话。不论我们有的时候是否忘记了他对我们的爱，或者是我们也忘记如何爱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都还一样开口赞美他，一样感谢他，一样向他忏悔，求他原谅。我们敢开口祷告。主啊，谢谢你何等爱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在你的面前是何等的不配，却仍然能够站立在这里敬拜你、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也愿你让我们每个人能够敞开我们的心，真正的让你来坐进来，让你来掌管我们的生命中任何每一个时刻。耶稣，谢谢你，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是何等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我们从头再一次，亲爱的，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是何等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亲爱的宝贵耶稣，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是何等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
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一生爱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主啊，我们愿用一生来爱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一生爱你，我们一起唱，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让我们更大声的来跟主说，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一生爱你，我们要跟随他，一生爱你，跟随你，我们一起唱，一生爱你，一生爱你，跟随你。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像所罗门一样，带着一颗渴慕你的心。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心常常被世界的左右，或者是被这世界嘈杂的声音给吸引，追求成功，追求安全感，甚至追求别人的认同。主啊，但此刻我们愿意停下来，我们把心转向你。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像所罗门一颗一样的心智。我们不是先求财富，不是先求地位，不是先求自己的利益，主啊，乃是先求从你而来的智慧与知识，好让我们能够照你的心意活出你的旨意。主啊，谢谢你爱我们每个人。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再来唱一次。主啊，我们一生爱你，我们一生都要奉献给你。哈利路亚！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我们更大声的来说，一生爱你，跟随你，一生爱你，跟随你。主啊，我们来再做个事的祷告。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爱的是你。愿你的灵在今天的聚会当中来运行，敞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声音，使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姐妹的爱都能够重新来向着你，使我们的生命能够选择你，仰望你，跟随你。主啊，谢谢你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把今天的聚会全然的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对我们说话，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今天在这个时候，再来的时候，能够让我们今天能够离开今天这个教会的时候，能够比来的时候更像耶稣你的样式。主啊，谢谢你。我们将以下今天的主日礼拜都能够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孩子这样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用使徒信经做信仰告白，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任内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
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好，首先我来报告，教会消息，本主日为台湾神学院奉献主日，那我们非常感谢邀请到李春生纪念教会黄立业传道，那今天他带来的信息，那请大家也为神学教育的需要关心奉献。那另外针对神学院的奉献主日，我们有一个影片，那我们请音控的同工。敬虔的人走进生活每一个角落，在家庭里，在职场里，在社区里，展现丰富的生命气息，踏实的实践信仰的生命意义。在台神这样的态度被培养、被淬炼，敬虔的操练是在知识跟信仰的张力中，学会依靠神的恩典继续前行，在真理的光照下看见自己的软弱，因为敬虔，让知识有了谦卑的根基，让宣教有了温柔的力量，去承接神托给这个世代的重担。陪学生走过痛苦与挣扎的历程，本身就是敬虔的操练。因为敬虔不是一种表现出来的宗教热忱，而是在破碎中学习能够依靠上帝。学生在痛苦中学习的是带着伤继续走下去的时候，还愿意相信上帝。而我们能够做的就是陪他祷告，陪他哭，让他知道他不是一个人，也不是靠着自己就能够撑过去。那个时刻就是信仰扎根的时刻。这样的态度是可以被培养的，会慢慢的把敬虔内化成一种生活的方式。在台神学习知识不是为了知道更多，而是一种认识体认的过程。在课堂上专心聆听老师还有不同学生的声音，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彼此了解，我们学习与人与上帝同行，学习从上帝而来的智慧。这样的知识是寻求真理的过程，在这样过程当中，我们得着信仰的力量，让生命有根有基。我们的目标不是塑造一个神学家，而是塑造一个以爱以真理行走在真道上的牧人。我自己过去信仰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都只有一种对圣经的诠释。来这里受装备以后，服事上或是在看待很多事情上面，我可以用更广更深的视角，不会被狭隘住。从小在老牧师的带领下，对于宣教有很重的负担跟热忱，所以我选择报名缅甸的短宣。我是去服侍他们，结果最后回来的时候，我发现原来我才是被服侍的那一个。宣教不只是飞去另外一个国家，它也不只是喊着传福音的口号。敬虔的心和知识的力量是我们做宣教的根基。如果我们有敬虔有知识，却没有用行动走出去，我们的信仰只是空谈。如果我们到处去宣教，却没有知识的装备和敬虔的态度，这样子的宣教工作也将会带来不同的影响，甚至是一场灾难。宣教不一定要做跨国，但常常要有跨越心理的界限，这样子的心智，跨文化、跨种族、
跨出舒适圈，走向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群体跟社群中，甚至是接纳与我们不同的人。宣教可能发生在异国他乡，也可能就在我们城市的街头、社区的长照中心或学校的校园里面。宣教它也不只是一个3分钟热度的活动跟行动，而是长久的委身。因为福音不止于口中来宣告，它要被活出，成为光，照亮在每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台湾神学院的使命，是训练愿意委身，用信仰回应这个时代的传道人，培养出具备敬虔知识、宣教热情的属灵工人，然后差派他们进入这个世界。我们愿意付出时间，陪伴一个又一个学生走出呼召的路。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我们诚挚地邀请您一起成为这段建造上帝国旅程的同伴，请你们用奉献来参与，用祷告来支持，让更多的生命被培育，成为主所用的工人，让神学教育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好，那大家请再继续为神学院他们奉献事工代祷。那第二点是2026年爱餐热线已经开始，那请踊跃登记。然后一个热线单位是3000，每一周会有2个热线单位可以让大家登记。那特别注意的是，现在是登记阶段，如果要缴钱的话，其实要等到明年度第一个主日2026年再交给干事登记。第3点，10月5号星期六上午10点会召开长执会，那请长执留意。那比较重要的是下午2点召开2026年的事工研讨会和预算会议。那到时候除了各部会长职以外，还要请2026年的新任或是续任的会长列席，那也要报告就是你们下一个年度的预计的事工还有预算相关计划。那请各位会长还有长职留心。第4点，11月23日是感恩节主日，礼拜后要举办1家1菜感恩飨宴。那如果有兄姐想要分享自己的独家私房菜，请大家欢迎踊跃的登记。然后为了避免菜色重复，请大家尽早登记，然后可以让那个教会的服侍人员去安排一下，让整个菜色可以尽量多样化。那第5点，2025年教会补助款最后的申请日是11月底，所以有要申请补助还没有申请的团契或者是其他的同仁可以尽早申请，然后以免项羽。接下来团契消息，请各团契的人员在自己留心。接下来奉献明细，请大家再自行看一下，如果有缺漏或者是错误的部分，可以向干事反映。那我们会在下一周刊物，然后确保这边奉献的金额都是正确的。好，接下来奉献，我们请司献的同工。好，我们一起低头做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又一个礼拜带领我们一起到这里来聚会敬拜你。
主啊，谢谢你。虽然我们时常会在顺境的时候忘记你，在逆境的时候才会想起你，但求你也继续教导我们，不论是刚刚的影片或是诗歌中，让我们要教导我们要挪去自己的骄傲，挪去我们的自以为是，不论在何时都要相信依靠你，也要赞美你。然后在我们破碎之时，更重要的是要相信你，去依靠你，去学习，成为你的样式。这边我们奉上一点金钱作为圣工之用，求你悦纳。最后我们用主祷文一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接下来圣经，今天的圣经节记载在历代志下第1章第7到12节。那我来读，你们仔细聆听。当夜，上帝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对上帝说：“你曾向我父亲大卫大施慈爱，使我接续他做王。耶和华上帝啊，现在求你实现向我父亲大卫所应许的话，因你立我做这百姓的王，他们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现在求你赐我智慧聪明，好在这百姓面前出入，不然谁能判断你这么多的百姓呢？”上帝对所罗门说：“你有这心意，不求资财、丰富、尊荣，也不求灭绝恨你之人的性命，又不求长寿。我既立你做我百姓的王，你只求智慧聪明，好审判我的百姓。我必赐你智慧聪明，也必赐你资财、丰富、尊荣，在你以前的列王未曾有过，在你以后也不会再有。”好，圣经的话到这边。那今天讲到主题是你爱什么？那我们请黄立业传道。弟兄姐妹平安。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哈，我是李春生纪念教会的传道黄立业。今天很开心能够代表台湾神学院来到我们建成教会来请安报告。那也特别的感谢我们的小会议长志梅牧师，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来这边跟大家来分享上帝的话语。刚刚跟大家在一起敬拜赞美神的时候，我的心里面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哈，因为我的心好久没有这么火热澎湃过了哈，很感谢神，我就深深的感受到说，圣灵就真的运行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好，感谢神。那今天呢，我要分享的主题是你爱什么？有一个故事哈，叫做阿拉丁神灯哈，我相信我们小时候应该都读过这个童话故事哈。我们今天用一点点时间哈，我们来回忆一下这个故事里面的女主角呢，她是国王的女儿，好，她叫做茉莉公主。故事里面有一个大坏蛋，好，他是在国王身边的一个很贪财的一个官，他叫做甲方，好，甲方哦，他知道说有一个山洞里面藏着非常多的金银财宝，还有一个神灯在里面，好，所以甲方他就很想要，但是呢，要进去这个山洞，必须是心灵非常的纯正善良的人才进得去，好，所以甲方他就一直在寻找。有一天，哇，真的被他找到了。他找到了一个非常善良的少年人，就是故事的男主角阿拉丁。好，所以甲方他就设计了一个计谋，然后让这个阿拉丁进去山洞里面，为他拿这个神灯。当这个阿拉丁拿到这个神灯的时候，在无意当中用手去摩擦了一下那个神灯，结果神灯跑出来了什么？对，精灵哇，记性很好。精灵
那这个精灵呢，就跟这个阿拉丁说只要拿到这个神灯的人，他可以许3个愿望，然后呢，精灵一定会帮他来实现。最后，阿拉丁真的很幸运，他就靠着这3个愿望呢，来得到了他所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他比阿拉丁更幸运哦。他只许一个愿，他只求一个东西，上帝呢就把在这个世界上大家都想要的好东西，全部都赏赐给他。这个人就是所罗门。那到底所罗门他跟上帝求什么？为什么可以让他得到这么大的福气呢？好，那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来跟所罗门来学习的这个宝贵的秘诀。圣经说当所罗门就任国王的那个晚上，上帝就向所罗门来显现，然后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哇！上帝竟然主动来找所罗门呢，要送他礼物呢。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上帝出现在你的面前，上帝问你说：“你爱什么？你要什么？你可以求。”那你要求什么？你要求什么？要想很久来，我们先来参考一下这个阿拉丁。阿拉丁他求什么？首先，阿拉丁求这个精灵他说他求这个精灵，把他从一个贫穷的人这个很低阶的人，把他变成一个有钱有尊贵的好野人。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这样子他就可以去追求那个很高贵的茉莉公主，因为茉莉公主就是他最想要的，他的最爱。弟兄姐妹，这个阿拉丁真的很聪明，他知道说在这个世界上有身份、有地位、有钱，哇，很重要呢，是不是？所以好，我们就这样子，我们学他，我们第一样，我们就跟上帝求，让我们成为一个有尊贵身份的好野人。可是我们有这么多钱，如果让坏人知道了，搞不好我们会遭受不幸，这样怎么办？就像那个阿拉丁他因为那个甲方嫉妒他非常有钱，所以就把阿拉丁推入海底。所以阿拉丁只好使用第2个愿望，求精灵救他脱离生命危险。所以我们当然也要预防这样的事情发生，对不对？好，那我们就这样，我们求上帝把全世界坏蛋全部消灭。哇，这样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宝就安全了，对吧？这样太好了，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很聪明我们真的很聪明，我们想得很周到，太棒了。可是不对如果我们的身体出什么毛病这样子我们也没有命可以享受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更聪明一点，我们要跟上帝求给我们长命百岁，这样我们就可以享受这些金银财宝，对吧？太棒了！好，我们就这么决定，我们就跟上帝这样求。有心爱的人在身边，然后呢，有尊贵的身份地位，有用不完的钱财，还有长命百岁，可以享受荣华富贵，这简直就是完美人生弟兄姐妹，这样的完美人生，应该是每一个人都想要的吧？对吧？有人不要吗？应该没有。好，那我们来看，那所罗门呢？所罗门要求什么？他跟上帝求什么？他说上帝求你赐给我智慧聪明，我好在这民前出入，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罗门他这个国王他面对这个上帝交代给他像尘土一样多的这样的百姓，所罗门对自己没信心他觉得他自己能力不够，不能管理这些百姓，所以他就是跟上帝来求智慧，求聪明。
他希望能够用上帝来的智慧聪明来管理、来治理、来审判他们的百姓。上帝听完以后呢，就对所罗门说：“好，你既然没有为自己求财富，也没有求丰富，也没有求尊荣，你也没有求我去把你那些敌人全部杀光。好，然后呢，你也没有为你自己求长命百岁，你只求智慧聪明，好判断我的百姓。非常好。”你既然有这个心意，好，那么我就赐给你智慧聪明，也必赐给你资财丰富尊荣。好，弟兄姐妹，上帝不但赐给所罗门智慧聪明，连所罗门没有祈求的，所罗门没有祈求那些资财丰富尊荣啊，所罗门没有祈求这些荣华富贵啊，上帝全部都赐给他了。哇！这个祷告实在太厉害了，对不对？祷告太厉害了。所罗门单单求一件事情，却赚到了一生的荣华富贵。这当中的秘诀到底是什么？这个秘诀这么棒，我们一定要知道。好，那我们来看看耶稣的教导。在马太福音第6章31到33节，耶稣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外邦人求的，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弟兄姐妹，听见了吗？弟兄姐妹，听见了吗？最后一句，秘诀就在这里。他说：“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跟上帝的义啊。其他的东西啊，全部都要加给你们了。”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过日子哈，我们需要什么东西？耶稣知不知道？耶稣知道，耶稣当然知道。好，而且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每一个心思意念，我们每一个念头，圣灵都知道。好，所以耶稣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不需要为自己求这些东西。我们基督徒呢，就是单单的要来求上帝的国跟上帝的义。那什么是上帝的国跟上帝的义？上帝的国就是上帝掌权的国度，上帝的义就是上帝的公义。主耶稣他要我们先求上帝的国跟上帝的义，就是要我们透过祷告，要我们透过实际的行动，把上帝的公义把它活出来。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就是让上帝的国度降临在这个世界。弟兄姐妹，有没有觉得这句话似曾相识？好像很熟悉哦，好像有听过。对，没有错，就是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耶稣他应允我们，当我们先求上帝的国跟上帝的义，其他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都不用烦恼，耶稣全部都要赏赐给我们。所以这个就是所罗门他得着荣华富贵的一个秘诀。好，那现在呢，我们就回头来检查一下，所罗门他求的真的是上帝的国跟上帝的义吗？我们看见所罗门他求的是什么？他求的是智慧跟聪明啊。但是他是为自己求的吗？不是哦，他是希望可以从上帝那边得到从上帝来的智慧，然后来管理他的国家，让百姓可以得到公平公义的审判，然后让百姓有好的生活。这表示什么？表示说所罗门呢，他在对上帝说：虽然我是国王，但是上帝你才是真正掌权的王。虽然我是国王，但是只有从上帝你来的智慧，才能够把上帝的义落实在百姓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上帝他大大赏赐给所罗门的原因，
因为他求的不是为他自己的利益来求，他是为了百姓的好处来祈求。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很简单的来说哈，这一种不为自己的利益祈求，只为别人的需要来祈求的这样的一个祷告，就是在求上帝的国跟上帝的义。另外呢，很特别的是哈，我们发现呢，在阿拉丁这样的一个童话故事里面，竟然也存在着这样的一个真理哦。因为阿拉丁他后来把他第3个愿望留给这个精灵，因为他感受到说这个精灵啊，被关在这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油壶里面，非常的痛苦所以呢，他就愿意来牺牲他自己的利益，他用他最后的愿望，让这个精灵来得到自由。所以这个是阿拉丁的故事里面让人家最感动的一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个得所罗门得富贵的这样的一个宝贵的秘诀那我们就要好好的来听从耶稣的教导，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先求上帝的国跟上帝的义。当然有时候呢，我们也会受到这个混乱的世界的影响，然后呢，忘记了我们自己的立场。之前呢，这个以色列不是把这个加萨走廊打得很惨嘛，然后呢，就有人问我说：“传道，到底我们基督徒要支持哪一边啊？是要支持以色列，还是支持加萨走廊？”我们都知道他们2国是不和的嘛，是敌人嘛，那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为哪一边祷告才是公义的？那弟兄姐妹，你们认为呢？要为哪一边？日本有一位小说家村上春树，他在2009年的时候得到这个耶路撒冷文学奖。那个时候呢，就有人就建议这个村上春树说：“你不要去领这个奖，你要拒绝。”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就跟现在一样，正在攻打加萨走廊。那这个耶路撒冷文学奖就是以色列颁发的。但是呢，后来呢，这个村上春树呢，他还是去了。那在他的演讲里面呢，他讲了一段话呢，来表达他的立场。他说：“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跟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这边。无论高墙多么正确，无论鸡蛋多么的错误，我永远站在鸡蛋这边。那些无辜被杀死、被烧死的人民，就是鸡蛋。”这个是村上春树他的政治的立场，当然也值得我们基督徒好好的来思考。虽然说就信仰而言以色列我们都知道他是我们的大哥嘛，大哥，我们应该支持他，没有错。但是在上帝的眼中，难道上帝所关心的就只有以色列这个国家吗？当然不是。上帝是要我们跟所有受苦的人站在一起，不管他是哪一国的人，我们都要先为他们的苦难来祷告。我们要求上帝来掌权在当中，求上帝的公义大大的来彰显。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除了祷告之外，我们当然也要有实际的行动。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去年5月在那个台中捷运站，有一个20几岁的青年，他拿着3把刀在车上在那边乱砍，所以导致有2个人就受伤了。那这个时候呢，还好有一位这个长发哥，他就出来阻止这件事情。那有一个妈妈她看到这个新闻，她就说哎呦，这个人有够笨的啦，怎么那么傻万一死掉怎么办啊？是的，弟兄姐妹，这个人真的有够傻，有够笨的。他竟然为了
众人的安全，奋不顾身，然后跟那个拿刀的青年在那里征战。说真的哦，这个长发哥他的见义勇为，他的公义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我做不到。我觉得我很惭愧，因为我是基督徒，但是我做不到。然而，弟兄姐妹，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实践上帝的国跟上帝的义。今天是台湾神学院的奉献主日，上帝呢赐给我们一个实践的机会，让我们可以为神学院来关心，为他们来代祷，用我们的爱心，用我们的金钱，能够参与在这个上帝的圣工当中，来帮助神学院能够培育更多主所喜爱的工人，来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所以我相信，在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我们用什么方式来支持，上帝必定欢喜接纳。弟兄姐妹，我们再来看一下阿拉丁的故事。这个故事最后呢，有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结局，就是阿拉丁用着他原本的身份跟他的能力呢，他娶到了茉莉公主，他得到了他最想要的，他最爱的。那所罗门呢？他为百姓求智慧的祷告，让他得到什么？所罗门他得到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荣耀地位。上帝让他成为全世界最有智慧、全世界最有钱、全世界最尊贵的国王。那我们呢？我们基督徒照耶稣的教导去做，我们要得到什么？我们除了有耶稣的应允之外，在将来我们还要得到一个更大的荣耀。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9节告诉我们，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一个爱上帝，把上帝摆在第一，先求上帝的国跟上帝的义的人，上帝绝对不会亏待他。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远远超越所罗门他所得着的这样的一个荣耀的地位。但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奥秘，是我们的眼睛在这个世上，我们眼睛从来没看过的，我们的耳朵也不曾听见的，甚至我们内心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是有再多的金钱财富都买不到的宝贝。而这个宝贝呢，只有艰辛跟随耶稣的人，爱耶稣的人才能够来得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爱什么？你爱什么？你的心追求的是什么？愿我们每一天都跟天父来祈求，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阿们。那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回应诗。我渴望住在你的殿中，沉浸享受在你恩典里，在你同在里。我心喜乐满溢，主耶稣是我唯一渴慕。我主，我永远要敬拜
我渴望住在你的殿中，沉浸享受在你恩典里，在你同在里，我心喜乐满溢。主耶稣是我唯一渴慕，我主我啊，永远要敬拜你，赞美耶稣，我的灵魂只爱是你，我愿跟随你，一生都不偏离，在你同在里，我心喜乐满溢。我主我王，我主我王，永远要敬拜你，赞美耶稣，我的灵魂只爱是你，我愿跟随你，一生都不偏离，在你同在里，我心喜乐满溢。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我们一起唱最后一首歌。哦，主，求你使用我，哦，主，差遣我，使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儿自由。大声说，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不被怕，走回家，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哦哦哦哦哦哦。大声说，嘿，大步走，嘿，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别怕，嘿，走回家，嘿，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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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场礼拜到这边结束，楼下有爱餐，大家可以互相交谊，请安。